华视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这个琉璃珠。第一原住民排湾族的传统是贵族阶级的传家宝，每一粒的琉璃珠拢要伫高温下用手工来打造。台东太麻里的部落，有一个排湾族的乡亲，为大自然找灵感，让这个琉璃珠有更较侪变化，嘛让部落的传统会当继续来传承。烧过之后，它就会像水一样这样滴下来。 就敢若巧克力咧，因为高温琉璃氧气伫铁机仔顶被填做一链一链，过来增加一点白色的线条。将刚刚画的纹路稍微做一下改变。轻轻啊一甲搞一个，本来琉璃珠就变甲真水。师傅伊老倌表情真专心，伊是离军，伊五官看起来真像外国人，其实伊是正港的排湾族的原住民。所以我在小时候其实不太能够做坏事，马上就会被记住。太好认了，对，太好认了。退伍了后，回去家乡台东，为老爸遐学一身做琉璃珠的好手艺。琉璃珠对排湾族的人来讲是贵族阶级的传家宝，每一粒珠啊拢是纯手工打造的，五花十色，真水，会使更做破链、手链，也是规领的满金。虽然是同样的纹路，但是还是会有些微的差距，还是看得到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。对，它不像机器就是这么的，好像复制贴上的感觉。传承部落文化，坚持手工，这是离军的信念。有传统，嘛有创新。在想说要怎么把纹路呈现给大家看，对，让大家知道，这个纹路是什么含义。伊每一工差不多拢伫工作室内面做事，虽然讲做琉璃珠真够工，但过对离军来讲，用伫家己故乡艺术排湾族的宝物，卖使替族人争功。希望讲会使吸引更加侪像伊这款的少年人，转去部落尽心灵。